Pusdiklasica Dhamma Sriwijaya举办的法坛活动，提供了每个生活10年阶段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宝贵教义。此活动成为参与者深入了了解佛教教义的重要时刻，这些教义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由Pusdiklasica Dhamma Sriwijaya举办的法坛活动吸引了数百名佛教徒参与。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每个10年中的最佳教训，旨在邀请每位个体反思自己的人生历程，以及佛教教义如何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提供指导和内心的平静。活动中，来自佛教界的实践者和经验丰富的法师分享了如何以智慧和平衡的方式生活，并强调关注内心发展、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他们指出，每个10年都带来不同的挑战和机遇，佛法则成为引导我们走过这一过程的指南，从青年时期到成年，再到晚年。这次法坛会还为与会者提供一个讨论、提问和分享他们与日常生活中佛教教育相关的经验的机会。活动旨在激励参与者，推动他们继续进行精神修行，并加深对生活中意识的重要性的理解。Aji Delia Pal TV